不寂寞呢，你用过来问，要寂寞呢，来吃过来问，没见过呢，却见过来问，没看过呢，继续过来问，你有没呢，俺们过来问。什么意思啊？好好听，好像唱歌哦。他就像诗一样的。我们彝族的这个就他最后这个就是叹词，过来问就是思念，代表的一种思念。就比如说，我看见这棵松树的时候，或者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羊群，因为我们放羊是在山上放，就是在森林，就这样。羊群就是他爱人。不是当时想起了我的爱人吗？就会想起了我的羊群。我就想起了我的羊群，但是这样翻译出来就没味道。没有意境。所以如果要有意境，确实你要身处这个语言环境之中，你才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如果你不身处我们这个彝语的语言环境，你就觉得很简单而已，就没那种味道。所以比如说有的诗歌那些我们是一般不翻译，就也大概说一个意思，就是表达一种思念之情。这首诗就是表达思念，对母亲的，对亲人的，对朋友的，对自己这个羊群啊，对自己这个庄稼，这个来车第二是来车指的就是这个彝族的庄稼，就是那些栽种的荞啊、麦啊、洋芋啊这些，就是他看见土地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庄稼，这看见这个。看见这个那个马匹奔跑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朋友，因为他和他朋友会和他朋友在那个骏马场上骑着骏马奔跑。好棒哦！没想到这些字里面那么多意思啊。对，他其实更多的是隐喻，像。彝族的这个古典文学，像我们这个能力，说实话很难能把它搞精通，因为它代表了很多层的意思。所以像我们这种像读大学之后才正式的学习英文的，就那种感觉就会差很多。因为像这种东西，如果从小开始学，那肯定会有底蕴。像我们那些老一辈的，他就会给你娓娓道来，他就会给你。可以讲很久，讲1个小时。对，他就可以讲出很多的意思出来。但是像我们才疏学浅的，就只能10分钟就了不起了，了不起了。来个。有长发是不是？他这个是一个音乐组合，所以留长发。现在大概是短发。从小说起，3个都留长发。这个是什么样的照片？这是皮毡，就是彝族的插画。这种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高山地区是。一天就是4季，早上晚上是冬天，之后慢慢的进入春天，要到中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是夏天，下午的时候是秋天，晚上又进入冬天，所以这种服装一天4季，所以这种服装就比较适合我们那边，就冷的时候裹起来。热的时候，反正当这个皮肤散热可以，反正就它还是有它这个民族的那种地理这种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在里面。这是这是彝族服饰。平常会这样穿吗？这个就是彝族的头饰。这是扫地地区的，对。什么地区？扫地。手地。就是我们梁上的一个布托县，普格县就是以这样为他比较崇尚自己的这种，他比较凸显这个高贵啊这种气质，他喜欢，所以他的服饰会比较。这2个都是大概同一个地区的吗？对，这个是布托的。那这个另外一个？这普格差不多。差不多。两个县都是一个地区，我们叫做阿都地区。他们风格都是阿都地区，这个和苗族的那个就比较像。
这是他们手机号码是几号？这是日诺地区的，日诺地区的就比较像我们那边大多穿的就是这种风格，这种因为比较贴近生活，也比较简单，不复杂，反正像一般现在好多结婚的就会穿这种款式的，改良的，改良，像这种就比较传统，这种改良，这是更不一样的，像这个是模特儿还是对是彝族？是彝族的模特，是彝族的模特儿。彝族的模特，我以为是像我们彝族，因为它在高原地区，所以它这个轮廓会就比较清晰，跟你们原住民比较像。我想那你们可以分辨得出来，他是少数民族或者是一般的汉？能分辨出来，我们因为经常看，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照细看，但是有的是看不出来。像经常生活在城镇啊或者都市的那些彝族，我们就很难分辨。但是如果他是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山村啊，这个部落这些区域生活过的，就感觉有那个色彩。就包括女生。这是有点这个是那些网友搞的，但是这种服装，这种服装就是在我们那边最普遍性的服装。要不要左边的电话？像不是，他是个歌手，吉克隽逸，我们后面会讲到。现在就新开设计那个服装秀。现在这种确定你要左边那位？更开拓，它会加入一些西方的色彩，就把西方的色彩加入进去，而且也保留着彝族文化，这种就反正所以其实彝族是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喜欢吸收的一个，也喜欢保持自己的文化，所以有的时候会很矛盾。很复杂，就是所以我看那个菊与刀就感觉有的地方就是感觉就描写我们彝族，就复杂。跟日本人一样。对，我们跟日本人确实有那些性格相似处，就是有的时候会很豪放，有的时候会很那个会很那个，反正就内向、内敛。敏感敏感，对，内敛豪放，反正他对你有许多像矛盾性格，矛盾性格，像这种性格，双重人格，对，这种性格我在我父亲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高兴的时候什么都给他生气的时候各种火气很大，像这些像女装就比较传统，男装就是比较改良，就是新款的。现在我们许多男生都会穿这些出席活动，因为感觉又新潮，又带有这个彝族特色，而且我那天看见那个排湾族的那个马褂，真的就那个羊角花就是我们那彝族，真的太像了，就感觉就像我们的那个一样。跟排湾族的很多高人。然后这也是之前这样。对，都很像啊。有点那个红色的。这就是火把节了，火把节全程，就是西昌，这个全程都可以点火把的，就是农历6月24。对，像这不会发生火灾吗？不会啊，因为真没发生过什么火灾。因为它发生火灾应该是火生气，生气那样子。它还有像如果在城市，那就肯定还有消防车、消防官兵在反正每个火场旁边他都会安排这些，但是在我们乡村从来没发生过火灾，所以他会很奇怪，因为他这一天就是祭火，所以感觉就是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你们有喝酒吗？会喝。哎呦，喝酒还拿着火把，竟然没有火灾，好厉害！喝酒是在家里面喝，不是在外面喝。在外面就是舞火把、跳舞啊。仪式结束之后。就是一起的。
一般就是早上起来就有那些就是宰羊嘛，宰羊之后把烧肉拿来祭祖，就是还有再倒杯酒，再放神龛上，就祭一下祖先，就嘴上说两句祈祷的话就可以了。像我就经常做这个，我在家里就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像以前是我爸负责，现在我爸就叫哎你去弄，我像逢年过节，还有我家杀鸡的时候，我就会把那烧肉放上去神龛，放一会儿，就是代表先给祖先尝一下，这个意思，就代表一种尊敬。所以你们是哪个火把？选美。就比如说你们这个村啊，你们这个乡的，就代表找一些代表出来，到这个火把场去选美，这个有，就在这个乡村选的好的，就直接选到这个州上去，就西昌去选，这个才叫总决赛，就是它都会有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格式化的。它不仅选美，还斗鸡、斗牛、斗羊、摔跤，摔跤就是男人的男生，还有赛马。哇，所以你会骑马吗？我不会骑马，羊不是很温驯吗？也可以斗。那就公羊互相看见之后，它会斗。牛也它会斗啊，牛也它很温驯，但是它就很自然的它就斗起来。还有鸡它就斗，所以火把节就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娱乐盛典、狂欢节，就是它包罗万象，它把有文化、体育、娱乐、音乐、艺术全部它都，还有这个宗教、礼仪全部，它都会包。它也是情人节，在这天，因为一个大场合，就很多单身的男女就会出来了，以前见不着的，对，在这天会出来观摩这些活动啊，或者参加这个活动，所以他也对这些爱情这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交流跟那个阿美族情人夜一样。对，所以他也可以是一个相亲大会之类的。那你赶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美食。这个是它的，我看那个纹路啊，花纹是特别去那个。这是我们那个彝族的漆器。很漂亮。漆器就是那些民间的艺术家自己画的，就是他自学成才，有的就他自己画出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商业模式之后，他就做来卖，现在就可能还价格比较贵。那那些是你们的特有食物吗？对，这个是乔粑粑。乔粑粑。这个是头肉，这是猪肉，这是羊肉，这是鸡肉，还有这是土豆，这是香肠，香肠那种切成一片儿，小的，这是那个腊肉。腊肉。那你们青菜在哪里？青菜耶。青菜。菜别少。他们少吃菜。我们菜就是洋芋，一般土豆和这南瓜汤，还有这个豆腐这个年榨菜，就把那些蔬菜切成小块要丢在那个，还有这是现代性的蔬菜了，折耳根，我们彝族以前是不吃折耳根的，这是现代性的凉拌。所以你们平常吃肉食是吗？平常都要吃肉，每天都要吃肉吗？在家里几乎每天都吃肉食为主。那你们身材会很胖吗？没有啊。为什么？每天吃肉不会真的很的那个。你们还有100多张嘛？这是干酒。干酒。我们彝族特有的酒。它是酿造的。对，气泡，它是那种甘甜的，甘甜味，又带一点酸，就是酸甘甜，就像那个，就当是那个葡萄酒。也不算葡萄酒，像那个，就像那个调出来那个鸡尾酒。鸡尾酒，就。那它的原料是什么？原料它
干干酒。用大米，还有用一些发酵的一些东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只知道个大概是。干干酒。哦。好玩啊！我们是干杯而已，根本没有。介绍一下我们彝族的明星，因为我比较喜欢音乐。像这个就是我们彝族的第一个走出来，这叫彝人制造。叫知音。这也是团体。也是个团体组合。阿木。他是个流行歌手，彝族因为衣服很像台湾族的。在大陆很红。这吉克隽逸。吉克隽逸来过台湾。他现在在美国发展，跟那个拍电影，美国那个好莱坞。他是彝族里面最红的明星，当前也是这个，他是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嘛，一炮而红。他已经成为一个彝族的一种符号，一种彝族的潮流文化，一种彝族的向外宣传的。跟张惠妹一样嘛。对，有那个色彩。代表性。代表性。这是吉姐。吉姐也是我们那边一个彝族歌手，在全国也是比较红的。有名的。其实他以前是个商人，就是他是一个世界500强的一个品牌经理，他还是。他以前在上海，但是他喜欢音乐，所以他把他工作辞了，搞音乐。是阿鲁阿卓，这是一个歌唱家，像那些我们那边春节联欢晚会，他就会经常去演唱。我们那边最大的舞台就是春晚，春节联欢晚会，你们应该听说过吧？还请了你们台湾的信，这个阿信去，像这些就是我们的凉山的歌手，也在这个全国地区比较出名。还有这个莫西子诗，这个也在当前比较红。这曲表不是差不多老歌唱家，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他是最先走到全国舞台的彝族歌唱家。他们是唱彝族话曲。彝族音乐是现在彝族音乐他就把，谢谢。要唱歌。我刚有查到那个干干酒，这酒比较有名，是玉米、高粱跟乔子酿的。